我哋今次咧就嚟到腓立比書嘅第3章，咁我哋記得咧第1章咧就係保羅為到腓立比教會嘅人去禱告啦，希望佢哋嘅愛心喺知識同埋見識上邊多而又多，一路成長，以至於佢哋知道咩叫做好，即係話佢哋係希望佢哋即使喺羅馬世界嘅價值觀嘅裏邊咁樣去教導佢哋嗰個羅馬嘅價值觀，但係佢哋咧係有一個見識。喺呢一個咁樣嘅被教導同埋喺生活上邊耳濡目染嘅價值觀嘅裏邊咧，都能夠轉變，能夠擁有一個天國嘅價值觀，以至於佢哋能夠知道咧乜嘢先至叫做真正嘅好，唔係羅馬帝國話俾佢哋聽嗰一種嘅得有榮耀就係好，而係喺基督裏邊乜嘢先係真正有價值嘅。咁以至於咧佢哋能夠喺呢一個嘅世界嘅價值觀同埋基督天國嘅價值觀嘅裏邊係能夠活出基督嗰個嘅召命。咁喺第2章裏邊咧，保羅咧就以耶穌基督為第一個example，然之後咧就以保羅自己作第2個 example 啦，然之後提摩太再加以巴弗提，總共有4個嘅例子去俾啲腓立比人睇。喺呢一個兩難之間，即係兩個唔同嘅價值觀嘅裏邊，佢哋點樣去選擇嗰個價值觀，以至於佢哋能夠活出嗰個天國嘅價值觀出嚟。然之後咧，而家咧就嚟到第3章啦。第3章咧就講翻保羅自己本身咧作為一個嘅例子，佢嘅價值觀嘅轉變係因着佢選擇基督，以至於佢擁有一個轉化咗嘅生命，一個 life transformation， 以至於咧佢以前覺得可以憑藉嘅嗰啲好嘅嘢咧，而家佢都完全睇唔上眼，覺得嗰啲咧係拖佢後腿嘅嘢。佢而家已經有一個新嘅轉化咗嘅生命，以至於佢能夠活出基督嗰個嘅喜樂，以基督嘅眼睛去睇佢而家嗰個嘅處境。咁第3章1節嗰度，佢話：我嘅弟兄們啊，我仲有話要說，你哋要喺主裏邊喜樂。咁呢度咧第3章1至2節咧，即刻咧就嚟咗2個嘅命令，一個咧就係要就係主裏喜樂，第二個咧就係要提防那些狗，提防嗰啲作惡嘅人，提防嗰啲咧自行選各選嘅人。咁第1節嘅要你們要在主裏邊喜樂，即係話你哋要選擇跟從基督。當你哋有咗一個轉化嘅生命嘅裏邊嘅一個轉化嘅生命嘅時候咧，你哋就可以擁有基督嗰個價值觀，可以喺主裏邊咧過一個喜樂嘅生命，唔再需要咧擁有羅馬基督嗰個價值羅馬帝國嗰個嘅價值觀咧。睇保羅而家嗰個處境咧，佢係要坐監咧，就係一件好羞恥嘅事，係令到腓立比人要擔心嘅事。但係當佢哋可以好似保羅咁樣擁有一個基督嘅價值觀嘅時候咧，佢用天國嘅眼光睇咧，保羅嘅坐監唔係一件羞恥要擔憂嘅事，而係因着保羅嘅坐監能夠將福音傳開，就係一件咧值得喜樂嘅事，因為佢知道佢所做嘅一切都係耶穌基督叫佢做嘅，係耶穌基督所喜悅嘅。咁第二個要咧，我哋睇第2節咧，係呢一個嘅命令裏邊咧，有連續3個嘅提防那些狗，提防那些作惡嘅人，提防嗰啲咧自行各選嘅人。咁狗點解會狗即係指啲咩人咧？就係原來咧喺中東嗰度咧，中東嘅人咧覺得咧狗咧係一啲好污糟嘅動物，因為咧佢哋係會食翻自己嘅排泄物嘅。咁係彼得後書嘅2章22節嗰度咧都有咁樣嘅一句，佢話俗語說得不錯，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吃，即係話佢嘅排泄物咧，佢會轉身過嚟咧食翻自己嘅排泄物嘅，所以啲狗就係好污糟。咁所以咧喺嗰啲中東嘅猶太人就覺得自己咧係神嘅選民啊嘛，所以佢哋係聖潔嘅，而嗰啲外邦人咧就係不潔嘅人，所以咧佢哋會叫嗰啲外邦人做狗啦咁樣。咁保羅咧就當然
唔喜歡一個咁樣嘅稱呼啦，因為喺保羅嘅眼中，所有嘅人即係實際上亦都喺基督嘅眼中咧，所有嘅人都係基督嘅寶貝啦，都係佢所愛嘅啦。咁所以佢會覺得，如果要即係嗰啲自恃自己係聖潔，認為自己係憑着佢哋係受割禮或者佢哋係守律法，而佢哋就認為自己係聖潔，其他人係狗嘅嗰啲人咧，其實佢哋自己先至係狗，佢哋先至係咧呢啲咧污糟嘅畜類，因為呢啲嘅人係作惡嘅人 evil doers 咁樣。咁點解話佢哋係 evil doers 咧？因為佢哋只係有敬虔嘅外貌，但係冇敬虔嘅實際嘅生命。佢哋只係憑着以為佢哋守割禮，佢哋守律法就 OK 啦。但係實際上佢哋呢啲守割禮守律法只係喺外表嘅行為上邊係咁樣，實際上面佢哋冇活出一個咁樣嘅生命。割禮本身嘅成立就係咧，最初神話要選召亞伯拉罕作為佢嘅子民，亞伯拉罕嘅後裔，世世代代都要行一個割禮，以作為一個記號咧，佢哋係作為神嘅選民。咁割禮嘅意義就係咩咧？就係要喺呢啲BB 出世第8日咧，就要為佢哋去割包皮啦。包皮咧係當時嘅男士非常之私隱嘅部位啦。咁割包皮嘅意義即係話連最私隱嘅部位咧都唔可以藏污納垢，要將咧嗰啲嘅生命裏邊嘅污穢咧要離開佢哋嘅身體。所以咧割禮就係即係指，如果你我哋成為神嘅子民嘅話咧，我哋嘅生命咧係唔應該咧有任何污穢嘅地方，唔應該咧有任何唔好罪惡嘅地方啦。我哋要屬於神嘅話，我哋就要成為聖潔嘅人，有聖潔嘅生命。但係呢一啲保羅形容為自行割損啦，即係話佢哋嘅割包皮咧，唔係真係令到佢哋嘅生命係唔再藏污納垢。佢哋只係即係遵從呢個表面嘅行為去割走個包皮，但係佢哋嘅生命實際上仍然係充滿污穢。所以呢一啲咁樣嘅割禮咧，就唔係真割禮。佢喺保羅嘅形容嘅裏邊，只係叫佢哋做自行割損自己身體嘅人。唔係受咗割禮嘅人。喺第3節裏邊，佢話邊啲先係真正受咗割禮嘅人咧？就係有幾個嘅模樣。咁嗰啲自行割損，即係自以為自己受咗割禮嘅人咧，佢哋係靠着自己嘅行為啦，佢哋誇耀嘅就係佢哋有守割禮呢一個行為，佢哋有可能叫做守律法啦，即係表面上邊佢哋所誇耀嘅係係咯唔係耶穌基督，而係佢哋自己嘅行為。所以嗰啲真正受咗割禮嘅人咧，唔係靠着自己嘅行為，唔係靠着自己嘅表面，而係靠着神嘅靈咧去敬拜。唔係所誇耀嘅咧，唔係自己嘅行為，唔係自己嘅身份，而係咧誇耀佢哋所真正受割禮嘅人咧所誇耀嘅咧係耶穌基督，因為係耶穌基督為我哋完成咗呢一個救恩，我哋只係信佢，接納咗佢呢一個救恩，所以我哋知道我哋有永生。嗰啲自行受割嘅嗰啲人咧，就以肉體作為佢哋嘅憑藉，即係話佢哋恃住自己肉體上面受咗割禮，就自以為咁樣佢哋就係神嘅選民啦，就可以進入天國啦。實際上嗰啲真正受咗割禮嘅人咧，係唔會以肉體作為憑藉，佢哋誇耀嘅係耶穌基督，唔係自己嘅肉體，佢哋靠嘅係神嘅靈，而唔係靠佢哋自己嘅行為。咁所以咧，我哋真正受咗割禮嘅人咧，就即係同佢哋係非常之唔同嘅。
咁保羅咧就進一步用自己作為例子啦。佢話：如果我真係要好似嗰啲人咁樣咧，去憑着我哋嘅肉體、我哋嘅行為去得着呢一個救恩嘅話咧，其實佢要用一種咁樣嘅價值觀去睇自己嘅生命咧，佢比任何其他嘅猶太人嗰啲自以為是、自己以為好值得誇耀嘅嗰啲猶太人咧，係更加有即係本錢去誇耀佢自己。即係如果佢仲係要持住用著一個咁樣嘅世界或者價值觀去誇耀佢自己嘅話，點解咧？因為如果要即係嗰啲走嚟逼迫外邦信徒嘅猶太人，佢哋係靠着佢哋 boast 啦，誇耀自己嘅血統、自己嘅出身、自己嘅行為、自己嘅特權、自己嘅成就嘅話，保羅係更加可以用呢一個世俗嘅價值觀嚟睇咧，係更加值得誇耀，因為咧佢係希伯來人中嘅希伯來人。咩叫做希伯來人咧？喺亞伯拉罕，佢被神呼召啦，離開吾爾，離開佢嘅本族本家，去到迦南地，就喺咧希伯倫呢一個地方定居落嚟啦。Hebrew 咁而嗰度咧，佢就喺嗰度一路住嘅嗰啲嘅以色列人或者猶太人啦，咁佢哋咧都係喺嗰度講希伯來話嘅，直至到佢哋建立咗王國啦，然之後南北國分裂啦，北國咧係俾亞述咧滅咗，咁然之後咧亞述帝國滅咗北國嘅時候咧，就將北國嗰度住嘅以色列人咧就帶到去亞述帝國嘅其他嘅地方，然之後由亞述其他嘅地方咧又遷移咗一啲咧並非亞伯拉罕子孫希伯來人，唔係佢哋呢個血統嘅人咧嚟到住咗喺呢個叫做嗰個叫咩地方啊？一時講中英文都講唔到嗰個地名。撒瑪利亞係啦，撒瑪利亞 Samaria 嗰個嘅地方。咁所以咧當時嘅嗰啲北國嘅人咧就已經因為流散晒啦。咁佢哋流散咗去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咧，一則就係佢哋嘅即係結婚嘅對象啦，就已經冇咗，即係唔再係 keep 翻係佢哋嘅以色列人啦。二則佢哋嘅族譜啊，都已經唔再 keep 得到啦，所以咧佢哋講唔出自己係乜嘢嘅支派㗎啦。後來嘅人，第三就係咧佢哋嘅説話已經因為佢哋係流散喺外地啊嘛，所以佢哋唔識講希伯來話㗎啦已經。咁但係咧保羅佢係南國後來咧就都被巴比倫滅咗，但係咧南國嘅人咧係可以繼續。雖然俾巴比倫滅咗啦，咁但係咧佢哋有部分嘅人咧係被遷移咗去巴比倫嘅嗰一度，但係巴比倫嘅政策咧就冇專登要將佢哋打散，係俾佢哋咧依然喺巴比倫嘅帝國裏邊咧係自己聚居，俾佢哋咧守翻自己嘅節日，俾佢哋咧自己去即係聚居嘅時候，佢哋就可以自己同自己嘅同族通婚啦，係繼續可以保持住佢哋嗰個嘅族譜啦，保持住佢哋嗰個嘅信仰生活啦。後來仲喺波斯帝國年間咧，仲俾呢啲嘅巴比倫帝國裏邊所住嘅猶太人咧，可以翻去迦南地嗰一度居住，然之後咧俾佢哋喺嗰度咧重新再建立聖殿，所以就呢一批嘅人咧，再翻去迦南地嗰度去重建翻佢哋嘅社區啦。雖然佢哋唔可以叫做建國，佢哋咧依然咧係活喺呢個波斯帝國嘅底下，但係佢哋係可以 keep 住佢哋係講翻咧佢哋當地嘅説話啦。咁漸漸地就佢哋所講嘅就係即係你可以話希伯來語，亦都可以話亞蘭語啦。因為咧我問過即係當地嘅人咧，其實兩個語言咧係非常非常嘅相似嘅，識得一樣咧就好識得第二樣㗎啦，即係類似係即係今日我哋譬如講我哋去到
四川啊或者湖南啊，咁佢哋嗰啲人咧講嗰啲國語咧係帶着佢哋嘅四川湖南口音，即係四川或者湖南嘅口音咁佢哋話嗰啲叫做湖南話，叫話佢哋嗰啲叫做四川話，但係其實我哋都聽得明嘅，因為其實嗰啲 basically 就係普通話啦咁樣，不過係帶咗一啲唔同嘅口音，所以呢啲希伯來話同埋當時嘅亞蘭話啦，都係基本都係非常非常嘅相似啦，都可以互通嘅咁樣。咁只係咧能夠咧再住翻喺嗰個地方嘅人咧，先至講得翻希伯來話或者亞蘭話啦。咁流散咗去其他地方嘅嗰啲嘅以色列人咧就唔能夠再講翻希伯來話噶啦，佢哋都唔識噶啦，咁所以當時咧佢哋嘅聖經都轉咗用係希臘文所寫嘅聖經，因為佢哋只係識希臘文。咁喺眾多嘅猶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嘅裏邊啦，因為我哋基本上都叫佢哋做猶太人噶啦，因為以色列人就都血脈上邊都亂咗啦嘛，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哋有好多人已經冇咗自己嘅支派啦，冇咗自己嘅族譜啦，講唔翻希伯來文啦咁樣。咁但係保羅咧卻係咧希伯來人中嘅希伯來人，即係佢係識得講希伯來話，佢仲有自己嘅族譜，佢講得出咧自己係佢係以色列民族裏邊嘅人，佢係便雅憫支派嘅人，佢出世第8日就按着咧以色列嘅傳統係受呢個割禮，所以咧佢嘅出身啊非常之純正血統，係貴族裏邊嘅貴族，即係嗰種純正之中嘅純正啦，實際上係咁如果即係唔計出身，淨係計律法嚟講咧，佢亦都係律法之中嘅最守律法嘅嗰種人，所以咧佢誇耀自己，佢可以誇耀自己咧係一個法利賽人。喺法利賽人咧就係當時所有嘅猶太人裏邊咧最跟從律法嘅人，最講究要跟從律法嘅人。咁仲有佢除咗係要跟從律法以外咧，就熱心來説我係逼迫教會嘅，即係就算係法利賽人當中都有啲咧冇佢咁熱心㗎，佢係極度熱心嘅嗰一種嘅法利賽人，熱心到咧佢覺得喺佢未認識耶穌基督之前咧，嗰啲跟從耶穌基督嘅人咧就係叛教，因為佢哋耶穌基督當佢詮釋律法嘅時候咧，好多嘅律法都同當時嘅所謂拉比咧係同即係佢哋嘅傳統咧係唔同嘅。咁嗰啲跟從耶穌基督人咧，對於呢一啲跟從佢哋嘅律法、佢哋嘅傳統嘅嗰啲法利賽人嚟講咧，就係叛教啦咁樣。咁所以咧，佢覺得咁樣唔得喎，所以咧佢就會迫害咧跟從耶穌基督嘅人啦，佢就會迫害教會啦，會即係要問佢哋嘅當時嘅大祭司啦，拎佢哋嘅法律條文咧，就去離開耶路撒冷咧，去到大馬色嘅地方咧，要搜捕嗰啲咧四散嘅耶穌基督嘅門徒，要將佢哋咧捉翻去耶路撒冷坐監咁樣。咁所以最初當保羅佢轉變成為一個基督徒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好驚佢，唔敢接待佢，甚至係耶路撒冷裏邊嘅信徒咧，嗰啲即係十二門徒咧，都係好驚保羅，因為唔知佢究竟係真係假嘅。咁所以就熱心來説咧，佢係法利賽人裏邊最熱心嘅嗰一批，要係去逼迫教會嘅人。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從任何個角度嚟睇，如果要依靠律法咧，佢就係一個完全無可指責嘅人，因為佢即係係法利賽人嘅裏邊咧，佢仲係嗰個最大嘅一個律法教師啦，叫加瑪列嘅門下嘅門生，又係非常之熱心嘅，即係佢嘅大弟子啦咁樣。咁所以如果要從猶太人佢哋要誇耀自己嘅乜嘢嚟講，嗰個角度嚟講咧，佢係保羅自己本身係一個喺佢哋嘅眼中咧，本來即係未跟從基督之前係一個完全無可指責嘅人。不過而家已經唔同咗啦。佢話：從前對我有益嘅事咧，而家為基督嘅緣故咧，我都看作有損了。有益同埋有損咧係一個會計嘅詞語啦。有益即係話賺嘅，有損即係蝕，即係係啦虧損嘅蝕嘅。咁如果用我哋啲比較通俗嘅
廣東話嚟講咧，就係由從前對我嚟講咧係有着數嘅嘢，即係都係全部都係好嘢啦咁樣。咁就係佢頭先覺得話佢出身嘅門第啦嚇，佢係希伯來人嘅希伯來人啊，係便雅憫支派嘅人啊，係以色列民族嘅人啊。第8日就接受割禮啊，即係一個咁純正出身血統嘅人係即係有益嘅，因為喺即係世俗嘅眼光嚟睇咧，佢係即係純種嘅以色列人啊嘛，係純就係好噶啦咁樣。咁喺律法上佢係法利賽人，又係好嘢嚟嘅。熱心嚟講佢係逼迫教嘅，又係好嘢嚟嘅。咁呢啲全部都係好嘅，對佢係有益嘅，着數嘅，因為喺世俗嘅眼光嚟睇，呢啲全部都係好嘢。不過咧，而家為咗基督嘅緣故，佢都當作係一啲蝕底嘅嘢，一啲拖佢後腿嘅嘢，係佢唔再想要嘅嘢。因為如果佢仲係恃住有啲咁樣嘅身份、咁樣嘅背景嘅話咧，可能就會咧係對佢要追隨基督咧係有障礙，會拖着佢後腿。所以咧，佢呢啲一切佢都而家都當作係有損，都係蝕底嘅嘢，都係唔值得保留，同埋咧對佢完全係即係要丟棄唔好嘅嘢。佢話唔單止係以前佢覺得自己係對佢有益嘅呢一啲可以自恃嘅嘢，係佢而家要當作係對佢有害嘅嘢，甚至佢將世界上邊所有嘅嘢，佢話萬事，即係呢個世界一切，而家對佢嚟講都係有損無益嘅，即係都係有害嘅。因為所有呢個世界屬於呢個世界嘅嘢，都係會拖佢嘅後腿。而家唯一呢個世界值得佢追求嘅嘢，就係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喺呢個世界裏邊係一個超值嘅嘢，一個 surpassing worth 嘅嘢，就係耶穌基督。係佢得著耶穌基督，佢就係超越晒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嘅人覺得值得嘅嘢咧，其實耶穌基督都比呢啲嘢咧係全部超過晒。耶穌基督嘅價值遠遠超過呢個世界所有其他嘅嘢嘅價值，所以對保羅嚟講，自從佢認識咗耶穌基督之後咧，所有世界嘅一切咧，佢都覺得應該要丟棄啊，都要看作糞土。咁聖經就亦都好文雅，當作糞土，即係通俗啲嚟講，亦都係保羅自己本身喺寫呢個經文裏邊用字嗰個語氣就係好通俗嘅，就係屎嚟㗎嗰啲，即係污糟邋遢嘅屎，我已經全部都唔要啦咁樣，我全部都覺得呢啲即係屎一樣嘅嘢，完全唔值得佢追求。佢只係想追求一樣嘢，就係要追求基督。點解咧？因為即係有咗基督。就係喺基督嘅裏邊，佢話found in him。當佢嘅生命可以同基督聯合，佢嘅生命係喺基督裏邊嘅時候，佢先係咧得着嗰個真正嘅義，嗰個 righteousness， 而唔係即係佢嘅義咧，就係因着佢相信基督，因着接受基督，因着住喺基督裏邊。就喺基督嘅裏邊咧，有從神而嚟嘅嗰個義，嗰個 righteousness， 因着佢嘅信而得嘅，而唔係咧靠着佢以前以為佢可以靠着守律法，靠着佢嘅出身而得嘅義。因為原來律法本身只係令人知罪，而人係冇，呢個世界冇一個人可以靠着守律法而得着一個義咧，係神面前能夠站立得住，冇一個人，因為世界所有嘅人咧都犯了罪，虧缺咗神嘅榮耀，冇人可以守到神喺律法上邊真正嗰個律法嗰個本意嘅要求，冇人喺神面前係完全人，所以呢啲嘅律法只係愛嚟俾我哋睇到神嘅尺係喺邊一度，我哋望住嗰個律法，我哋就知道我哋其實係罪人，我哋唔係能夠靠着律法能夠得着呢個義同埋呢個生命，唔可以喺神面前站立，只係喺律法嘅面前能夠使我哋知罪。跟住第10節佢咁講，佢話 I want to know Christ, yes, to know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呢度咧中文咧翻譯嘅時候咧就用咗兩個唔同嘅詞語，不過喺英文裏邊我哋睇到咧其實都係同一個字嚟嘅。
佢話我好想認識基督。呢個認識咧，唔係純粹就係我知道呢個世界有耶穌，我知道咧佢曾經嚟過呢個世界，然之後就受死埋葬，復活升天咁樣，而係呢一種嘅認識，嗰個 know 就係你係同佢成日都喺埋一齊，你知晒佢嘅眉頭眼額，佢心裏邊諗乜嘢，一個非常之密切嘅相交，呢個先係真正嘅認識，就係俾我哋咧認識我哋嘅另一半，即係老婆睇老公，老公睇老婆，喺屋企裏邊或者小朋友睇佢哋嘅爸爸媽媽，爸爸媽媽睇佢哋嘅小朋友所睇到嘅嗰一種嘅認識，即係人哋睇唔到嘅改變，佢哋都睇得到嘅嗰種深入嘅認識。佢話我好想好深入咁樣去認識基督，係要認識佢嘅復活嘅大能，同埋參與佢嘅一切，包括參與佢嘅苦難，參與佢嘅嗰個嘅受苦，同埋咧甚至係佢嘅死亡，因為能夠進入佢嘅死亡咧，先至能夠進入去佢嘅復活。咁呢一度咧又出現呢一個字咧，就係呢個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係同樣出現呢個字 koinonia， 就係即係同擔、同當、同行，有份團契，即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呢一個字就係佢要同基督一同受苦，一同進入佢嘅死亡，以至於將來佢能夠同基督一樣咧，從死人中復活。咁因為保羅而家仲未死啦，所以佢就用咗So somehow， 即係將來我就可以咧能夠體驗到呢一種咧由死入生，一個永遠嘅生命，一個復活嘅生命嘅嗰一種嘅大能。咁第12節佢度講到，唔係話我而家已經得着咗，即係完全得着咗基督要我所經歷嘅嘢。呢一個嘅得着咧喺12節嗰度咧係用咗三次，喺原文希臘文嚟講呢一個嘅得着，佢亦呢度有譯做得着或者找住啦，或者找得啦。咁但係原文咧係用咗三次，而同時咧呢一個字咧亦都係喺第2章嗰度咧係出現過嘅，就係講緊咧耶穌基督咧佢本來係有神，佢本來就係神，但係咧佢冇恃住佢係神就把持住佢一切嘅權柄同埋榮耀，反而佢就係取咗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呢一個取了咧就係得着嘅，即係同一個字啦。耶穌基督佢就係取咗呢個奴僕嘅形象，要嚟服侍人。保羅話佢而家仲未得着，佢仲未好似耶穌基督咁樣咧，係完全能夠倒空佢自己去得着神要佢所得着嘅。佢而家仲係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咧，竭力追求緊。呢一個竭力咧就係好緊貼住嘅，即係佢前面嗰個目標咧係有咁貼得咁貼咁樣咧，係緊緊去追住嘅意思。第13節又再出現呢一個嘅找住啦。佢話弟兄們，我不認為自己已經得着咗神要我所得着嘅，我而家即係佢而家仲喺呢個旅途呢一個嘅上邊，就好似咧一個選手咧喺呢一個運動場上咧繼續係向着緊佢嘅標杆係前進。佢只係即係專注一件事，就係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全力向爭取佢前面，向着佢嘅標杆去跑步。咁呢一個忘記背後係指佢無論佢以前係幾成功幾失敗都好啦，都全部將佢拋諸腦後，唔再念念不忘，唔再恃住前邊嘅以前嘅成功，或者唔再記取以往嘅失敗。佢而家只係專注佢前面嗰個嘅目標，要全力以赴去盡量要向着呢一個嘅目標直跑。第14節嗰度呢一個目標就係咩咧？就係神俾佢嘅一個 calling， 一個嘅呼召，要佢得嘅
獎賞咁樣，即係話咧，神對佢嘅生命有一個嘅呼召，有一個計劃，有一個使命，就係佢而家咧就係要朝着神俾佢嘅呢一個嘅使命，呢一個嘅呼召，一路向前奔跑去，以至於完成嘅時候，佢能夠得着神為佢所預備嘅獎賞。咁喺當時啦，佢哋嘅奧林匹克運動會啦，嗰啲嘅運動員，佢哋如果即係到達目標嘅時候咧，即係第一個即係頭，我唔知第一個定頭三個啊，都即係到達目標嘅人咧，佢哋咧就會有一個嘅桂冠，即係嗰個桂冠咧就係用一啲花啊葉啊咁樣織成嘅一個嘅花環啦嚇咁樣，例如或者葉環啦，就係咧擺喺即係呢一個嘅得勝者嘅頭上邊，作為呢個桂冠，作為一個獎賞。唔係獎金，而係即係有一個桂冠咧，就係有一個即係大眾人俾佢一個榮譽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呢度咧就係保羅話，即係佢向着佢嘅目標直跑，到去到終點嘅時候咧，佢就能夠得着咧係唔係嚟自呢個世界俾佢嘅榮譽，而係即係呢一個嘅桂冠咧係神為佢所預備嘅一個生命。喺雅各書1章12節嗰度講到咧，佢話凡忍受試探嘅人係有福嘅，因為佢經過試驗以後就必得着生命嘅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的人的生命的冠冕。咁喺啟示錄嘅裏邊亦都出現過幾個嘅冠冕。咁其實咧呢啲嘅冠冕都係代表即係神要俾我哋嘅嗰個嘅榮譽啦。咁或者係俾我哋嘅獎賞就係呢一個永遠嘅生命。咁保羅嘅心就係即係神已經即係救咗佢啦。咁神咧對佢嘅生命係有一個嘅呼召，就係而家保羅好清楚佢嘅呼召咧，就係要向外邦人去傳福音，將耶穌基督呢一個嘅對我哋嘅好話俾外邦人聽。咁佢就咧努力向前奔跑，直至到佢離開世界嘅呢一日，神即係覺得佢已經做完晒啦，就係可以接佢上去啦。咁佢咧就係能夠咧去神嗰度咧得着神要為佢所預備嘅獎賞，呢一個嘅冠冕，呢一個嘅榮譽。佢話第15節嗰度話，所以我哋當中凡係成熟嘅人都要有呢一個咁樣嘅想法。假如你哋喺什麼事上有其他嘅想法，神都要將呢件事去指示你哋。無論如何，我哋到達咩地步，都按着咧什麼地步去行。咁呢度咧，佢係指緊咧我哋每一個人啊，就都喺信仰嘅路上邊。都係一個唔同嘅階段。保羅佢都仲未，即係佢係作為一個傳道者啦，喺即係腓立比人嘅眼前，佢係一個父老咧，一個長老啦。咁係一個好成熟嘅基督徒啦。咁而腓立比嘅信徒裏邊，亦都咧係有一啲比較成熟嘅信徒，有一啲咧係可能新信嘅咁樣。大家咧喺呢一個信仰嘅道路上邊，可能咧都係行啦或者跑啦喺一個唔同嘅地段嘅裏邊。咁但係我哋無論如何，我哋喺呢一條信仰嘅道路上邊行到去邊度都好咧，我哋都咧要繼續向前行。呢一個行第16節嘅步行，呢一個行咧，其實本來嘅用字咧就係指軍隊嘅步操 marching。軍隊嘅 marching 咧就係有一定嘅步伐、一定嘅節奏、一定嘅即係樣子啦嚇，咁樣就唔可以咧隨己意咧亂咁行，唔可以雜亂無章。所以咧呢度佢用 marching 呢一個咁樣嘅步操咁樣去行，即係用一個咁樣嘅字去形容我哋喺呢一個嘅人信仰嘅道路上面行嘅時候咧，佢係指緊我哋要一步一步嘅向前進，唔係隨己意嘅，而係即係有着一個即係基督話俾我哋聽嗰個嘅樣式，喺呢個信仰道路一步一步咁樣向前行。可能有啲人係成熟啲，係已經行
多啲，有啲人係可能啱啱踏上呢一條路，佢哋都係新嘅信仰者。咁無論如何，我哋都係繼續去捉緊去求神向我哋指示佢對我哋嘅生命有啲乜嘢嘅呼召，有啲乜嘢嘅使命，以至於咧我哋咧可以喺信仰上邊去向着神俾我哋呢個嘅呼召，呢個嘅使命咧，繼續去向前行，去完成咧神俾我哋呢個生命嘅心意。以至於將來有一日我哋咧神要接我哋返天家嘅時候，我哋就係已經到達呢個終點，得着即係對神無愧，我哋就好開心地咧，可以喺神嘅面前 claim 我哋，即係神要俾我哋嘅嗰個嘅生命嘅冠冕，呢一個嘅獎賞。因此第17節嗰度話，佢話弟兄們，你哋要一同效法我，要留意嗰啲仿效我哋留給你們榜樣而行嘅人。咁呢度咧就係指緊，因為保羅佢係本身佢唔單止係傳福音，佢仲係以身作則，點樣去活出一個信靠基督嘅生命。所以佢呼籲腓立比嘅信徒都好似佢一樣咁樣去效法基督。同時唔單止係佢嘅，亦都係其他，即係保羅頭先都舉咗幾個例子啦。除咗基督同埋佢之外咧，仲有提摩太啦、以巴弗提啦，咁樣都係一啲好好嘅榜樣。佢哋都要效法呢一啲咧咁樣嘅榜樣，一代一代嘅信徒去接住去效法嗰啲咧，去效法基督嘅人，效法嗰啲咧好似基督咁樣去放下佢自己取奴僕嘅形象，去選擇神嘅心意，去活出神嘅心意，咁樣嘅榜樣去生活。點解保羅要咁樣去勸佢哋咧？因為第18節嗰度講到，因為喺佢哋嘅面前咧，有另外一種人係想將呢一啲嘅信徒咧拉扯去其他嘅方向，唔係朝着神要佢哋去行嘅方向，而係走歪咗。咁第18節嗰度講到呢一啲嘅人咧，佢形容呢啲人係基督十字架嘅仇敵。諗起呢啲基督十字架嘅仇敵，將腓立比嘅信徒一啲嘅信徒拉走咗。保羅多次嘅流淚，佢話我多次告訴你們，現在更是流着淚要告訴你哋咧，你千祈唔好跟住咧呢啲咧耶穌基督嘅十字架嘅仇敵咧去走咗啊！點解咧？因為咧呢啲基督十字架嘅仇敵咧，佢哋嘅結局係滅亡。佢哋嘅神唔係我哋要追隨嘅神，佢哋嘅神其實係自己嘅肚腹，即係話咧佢哋人嘅私慾，只係即係人所要求嘅私慾就係飽暖思淫慾啦，嗰一啲啦，自己嘅名譽地位啦，自己嘅肚腹啦，私慾邪情啦，即係呢一啲，佢哋以為榮耀嘅事咧，就其實咧喺基督嘅眼中應該係一啲好恥辱嘅事，而唔係真正榮耀嘅事。佢哋所思所想嘅都係地上嘅事，而唔係天上面嘅事。咁呢啲咧好明顯，呢4句第19節呢4句咧就係指控緊喺羅馬帝國裏邊傳揚緊嘅嗰一啲嘅價值觀同天國嘅價值觀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咁樣。咁羅馬嘅價值觀，佢哋羅馬帝國咁大個帝國，佢哋宣揚緊一啲咩嘅價值觀？佢哋以一啲乜嘢嘅價值觀去治理咁大嘅帝國嘅咧？就係佢哋係用逼迫、用操控、用虛謊同埋用奴役咧去建立佢哋一個咁樣嘅帝國。表面上佢哋咧就向佢哋咧政治宣傳話而家咧因為有羅馬嘅該撒，就帶嚟咧呢個世界嘅和平啦。咁所謂嘅和平就真係冇戰爭啦，冇戰爭就唔係因為大家即係心裏邊都即係呢個叫做咩國富民安，唔係因為東升西降，唔係因為而家個國家強大啦，所以所有嘅人都富庶啦。呢一個嘅所謂和平係用軍事鎮壓即係嚟到做出嚟㗎。呢個羅馬嘅軍隊條條大路通羅馬，邊個夠膽反即係 against 羅馬帝國嘅話，羅馬軍隊就即刻會去到嗰度去
平息呢一個嘅暴亂啦嚇咁樣。咁係用一個軍事鎮壓嚟到鎮壓住所有有異心嘅人，以至於佢哋能夠達到一個表面上邊所講嘅世界和平。而另外一種嘅手法咧，就係咧佢哋刻意要製造一個好犀利嘅貧富懸殊。咁我哋上次講到啦，歷史學家佢哋嘅即係考古嘅裏邊去睇返，即係當時嘅人佢哋嘅即係財富分佈啊，有幾多人係即係其實係好營養不良啊，但係有幾多人係即係非常之富有啊，揮金如土啊咁樣。咁咧佢哋就研究出當時嗰個貧富懸殊咧係成97%嘅人咧都係活喺呢個貧窮線下，有1/3嘅人咧佢哋都係叫做係一個奴隸。咁嗰3%不是活喺貧窮線下嘅人咧，就係即係一啲即係叫做富有嘅人啦嚇，可能只係得1% 嘅人先係真正富有嘅人，咁啊另外嗰2%只係不活在貧窮線底下嘅人嘅咁樣。咁佢哋咧刻意要製造好多嘅奴隸喺，因為佢哋有軍隊啊嘛，佢哋有權力，佢哋就可以話事，將啲土地咧重新再劃分，俾晒嗰啲咧佢哋嘅貴族啦，咁樣佢哋嘅權貴啦，咁佢哋刻意要製造呢一個嘅貧富懸殊咧，就係當啲人佢喺一個軍事鎮壓嘅裏邊又冇錢嘅時候，佢哋就唯有賣命啦。咁佢哋咧亦都咧有一個叫做 patron and client， 一個叫即係恩主同埋咧受恩者嘅一個咁樣嘅制度。嗰啲奴隸咧，如果佢哋能夠氹得掂佢哋嘅主人嘅話咧，佢哋嘅主人咧係有機會有一日施恩咧，就俾佢哋咧由一個奴隸嘅身份咧，就會變做一個平民，佢哋叫做 free man 嘅身份啦，咁樣。咁呢啲嘅人咧，佢依然咧要依靠佢哋嘅 patron， 佢哋嘅恩主咧去到生活，就係話咧成日要去奉承佢哋啦，以至於呢啲嘅恩主咧有可能有機會咧就會即係俾啲甜頭佢啊，俾啲食物佢啊，俾啲地位佢啊，俾啲工作機會佢啊咁樣。咁咧就呢啲嘅平民啦，呢啲 client 咧受恩者咧就要成日都要奉承住呢啲嘅恩主，呢啲 patron 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即係成為一個奴隸或者能夠成為一個平民嗰個向上嘅生存嘅慾望，就係佢哋要巴結啲權貴，要服侍佢哋嘅主人，服侍得妥妥貼貼，以至於希望喺佢哋嘅手裏邊能夠得着一點嘅恩典。咁佢哋就死心塌地去服侍呢啲嘅權貴啦，咁樣咁同時咧，佢哋咧亦都有一個 honor and shame 嘅制度啦，就係我哋講過好多次咧，就係佢哋嘅第一榮譽就係佢哋要，即係佢哋非常之重視呢個嘅榮譽啦，甚至因為要爭奪榮譽咧，就可能會即係有好多嘅紛爭，好多甚至係仇殺。咁而最底下嘅嗰啲嘅奴隸咧，就係唔係人嚟嘅，可以話，因為咧奴隸主咧係完全有權咧將奴隸咧將佢奸又得，將佢賣又得，將佢殺都得咁樣。呢啲嘅奴隸咧係對於呢個羅馬帝國嚟講咧，只係一個會行動嘅物件。咁可以即係可以係一個消耗品嚟嘅，死咗冇乜所謂嘅咁樣。咁一個即係就係一個咁樣嘅羅馬帝國嘅價值觀，去同一個天國嘅價值觀所即係相比咧，天國嘅價值觀就和平，係一個真正嘅平安。每一個人咧都喺基督耶穌嘅裏邊咧，係好富庶，因為耶穌基督話我嚟係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一個豐盛嘅生命咧，係我哋而家喺呢個世界上邊所想像唔到咁豐盛，因為我哋根本而家我哋未得着一個咁樣豐盛嘅生命嘅時候咧，我哋都意象唔到、想像唔到一個豐盛嘅生命係可以有幾豐盛。咁係啦，保羅就係俾一個咁大嘅一個反差我哋睇。
當時嘅羅馬嘅人活喺腓立比嘅人，佢哋咧一出生即係如果佢係就係嗰啲嘅貴族嘅話，佢哋一出世，雖然佢哋係住喺腓立比，但係佢哋就已經可以有一個羅馬公民嘅身份。而當時活在羅馬帝國裏邊嘅人咧，佢哋畢生嘅上望就係希望可以得到一個羅馬公民嘅身份。保羅而家話俾你聽，羅馬公民嘅身份係唔值錢㗎，對佢嚟講係糞土嚟嘅。保羅自己都有一個羅馬公民嘅身份㗎，不過佢講話呢個萬事對佢嚟講都係糞土啦嘛，已經係隻屎嚟嘅啫。對佢嚟講，而家佢所珍惜嘅，我哋所有嘅人所嚮往嘅，應該就係呢個天上公民嘅身份。而我哋其實已經擁有咗呢個天上公民嘅身份㗎啦。咁我哋只不過咧就係我哋雖然活喺呢個地上，即係好似腓立比信徒活喺腓立比住喺腓立比嘅羅馬公民，佢哋係住喺腓立比，但係佢哋有羅馬公民嘅身份一樣。我哋有天上公民嘅身份，只不過我哋係暫時我哋都仲係活喺呢個地上。有朝一日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我哋呢一個公民嘅身份，我哋就可以完全 realize， 就會進入去天國嘅裏邊，就住翻喺呢一個嘅天國嘅裏邊。咁保羅係其實喺第1章27節嗰度咧，已經同我哋咧強調過一次，就係話咧，我哋咧係天國嘅國民，所以我哋嘅生活模式咧，應該要活出一個以基督嘅福音相稱嘅一個咁樣福音主導嘅咁樣嘅生活模式，而唔係即係活出一個羅馬公民嘅嗰個模式。羅馬公民嘅所謂模式就係擁有羅馬嘅價值觀咯，嗰個榮辱制度啦 ，honor and shame， 一個恩主同埋即係受恩者，一個 patron and client 嘅制度，一個物化奴隸嘅制度，一個以軍事強權同埋盡量去令國家貧富懸殊嘅，即係一個咁樣嘅即係維持國家嘅制度，一種咁樣嘅價值觀。佢話我哋完全唔係要一種咁樣嘅價值觀。腓立比嘅信徒，雖則你可能係羅馬嘅公民，可能唔係，但係我哋都係天上面嘅公民。我哋要活出一個基督國民嘅價值觀，就喺好似呢一幅圖咁樣啦。中間呢一啲就係腓立比嘅信徒啦，或者即係我哋所有喺呢個仍然活在地上邊，但係我哋係一個天國國民身份嘅人，我哋要面對住兩種唔同嘅價值觀嘅拉扯。一邊咧就係地上嘅價值觀，自私自利啦，向自己比別人強啦，只係關顧自己嘅事啦，會有紛爭嫉妒啦，係跟從十字架嘅仇敵啦，以至於即係佢哋認定自己嘅討福自己嘅身體嘅私慾就係佢哋嘅神，諗嘅事都係地上面嘅事，同埋咧以肉體為念嘅事。而天國價值觀嘅就係要活出耶穌基督嗰個卑微嘅選擇、卑微嘅榜樣，好似提摩太、保羅同埋以巴弗提嘅榜樣一樣。咁呢兩個咧就係即係嗰個兩難嘅，即係兩個價值觀都係逼迫緊一個天國國民去做一個嘅選擇，就係保羅所講一個兩難之間，即係嗰個字嗰個即係意思啦咁樣。咁既然我哋係天國嘅國民嘅時候，我哋要順從嘅嗰個王咧，就係應該係耶穌基督，因為天國嘅國王係耶穌基督，地上邊嘅羅馬帝國嘅國王就係該撒。咁究竟我哋即係作為一個住喺地上邊嘅天國國民，我哋應當要順從邊一個咧？咁樣咁喺21節嗰度就話，我哋應當要順奉，要按着嗰個能使萬有順服佢嘅大能，能夠將我哋卑賤嘅身體變得跟他榮耀嘅身體相似。即係呢度咧，我哋係基督係能夠咧使嗰啲咧順服佢嘅人，將來一日，即係當基督再臨嘅時候，我哋能夠完全進入去天國嘅時候咧，佢係會有一個咁大嘅能力，就係將我哋咧而家嗰個卑賤嘅身體係同佢哋嗰個同基督嗰個榮耀嘅身體相似，即係話佢將來我哋進入天國嘅時候咧，我哋就擁有佢呢一個榮耀嘅身體啦。
而地上邊嘅我哋而家嗰個身體，我哋如果跟從呢一個羅馬帝國嘅該撒或者呢個世界嘅王嘅話咧，雖然好似喺地上邊有啲着數，因為當你去順從呢一個地上邊嘅價值觀，跟着呢一個世界去走嘅時候咧，呢個世界而家相對會即係對你嘅為難係少啲，但係呢一個地上邊嘅時間只係得咁短嘅啫。將來離開呢一個地上，我哋喺度生老病死，好快我哋嘅身體就變得冇用，甚至當我哋喺呢個世界死亡嘅時候，我哋唔能夠進入去天國，跟從呢個世界都只係進入一個永遠嘅一個永恆嘅火湖嘅裏邊，而唔係一個永遠嘅生命。咁基督當我哋信服佢嘅大能嘅時候，我哋先至能夠進入去呢一個嘅永生。呢一個嘅信服咧，即係當保羅用呢一個天國同埋羅馬帝國去做一個對比嘅時候咧，其實佢講用呢個信服呢一個字咧，都用緊一個唔同嘅字。咁喺呢度呢一個信服咧，即係對基督嗰個信服咧，佢係指我哋聽咗耶穌基督俾我哋嗰個命令嘅時候咧，我哋係心悅誠服咁樣咧去跟從，即係我哋嘅心係好服佢嘅，所以我哋選擇跟從基督去即係進入去佢嘅價值觀嘅裏邊。而羅馬即係對於羅馬帝國嗰個嘅信服咧，卻係用喺希臘原文裏邊咧，卻係用一個唔同嘅字。我哋咧呢個睇翻喺羅馬書嘅13章1節，一個爭議性好大，政權常常都想我哋即係扭曲咗去相信，即係佢呢一句嗰個意思咧，就係即係英文佢都講 Let every person be subject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即係中文佢就話我哋咧要信服咧呢一個帝國嘅政權，每一個人都應該信服。而佢用緊原文用緊呢一個信服呢一個嘅字咧，其實係指你可以唔 agree 佢，你可以你唔係同意佢呢一個價值觀，只不過咧，因為我哋活在一個咁樣嘅帝國嘅底下，有一個咁樣嘅政權，一個咁樣嘅政府喺呢個地上邊去即係 run 緊嘅時候，我哋就唔係要處處同地上邊嘅政權、地上邊嘅政府去作對，尤其是當時其實保羅係特別講緊要交稅，即係唔係即係當時嘅人啦嚇，當時嘅羅馬嘅羅馬Jews 嗰啲猶太人係好特別去討厭、好憎恨羅馬嘅要交稅俾羅馬政府，因為佢覺得啲羅馬嘅稅好重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常常都想即係against 呢個政權啦，要推翻一個咁樣嘅政權啦。咁保羅勸佢哋，因為嗰陣時唔係推翻政權嘅時候，保羅勸佢哋，我哋活在呢一個地上邊呢個帝國嘅裏邊，我哋要信服佢，唔係因為我哋同意佢呢一個價值觀，而係純粹因為佢哋神俾佢喺呢個地上邊呢個嘅政權喺度 run 緊嘅時候，政府係需要運作，咁我哋要同呢一個政府去即係法律規定我哋要咁樣去交稅嘅時候，咁我哋就順服啦，我哋都要去好好去交稅啦咁樣。而即係就完全唔同咧，即係天國即係要順服耶穌嘅嗰個順服係完全兩個唔同嘅字嚟嘅。對耶穌基督嗰種嘅順服咧，係一個心願順服嗰個，完全係 agree 佢嗰種嘅價值觀嗰個嘅順服。所以呢度咧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對比，天國嘅同埋天上嘅帝國，同埋咧地上面嘅帝國。我哋當選擇天上面嘅帝國，以至於我哋信服佢嘅大能嘅時候，耶穌基督就按着佢嘅大能咧，將來要俾我哋有一個榮耀嘅生命，一個榮耀嘅身體。然之後佢話：因此我所親愛、所想念嘅弟兄們啊，你係我哋嘅，你就係我嘅喜樂，你就係我嘅冠冕，因為
我喺耶穌基督裏邊咧，可以咧用即係耶穌基督俾佢嘅使命，就係要向外邦人傳福音。而腓立比嘅信徒，佢哋咁能夠跟從耶穌基督嗰個嘅價值觀嘅時候，就能夠成為保羅喺基督面前可以誇口嘅，即係佢有得向耶穌基督交賬，就係你睇下，你叫我所做嘅，我已經做咗啦。所以佢腓立比嘅信徒，佢哋守住耶穌基督嗰個天國嘅價值觀嘅時候，佢就係保羅嘅喜樂同埋冠冕，亦都係佢所親愛嘅、佢所想念嘅人啦。咁佢再勸勉佢哋，你哋要記住要站立得穩啊！即係面對住即係呢一班即係十字架嘅仇敵。呢啲咧以佢哋嘅肚腹作為神明嘅呢一啲嘅人嘅嗰種價值觀嘅拉扯，你記住要站立得穩。呢一個嘅站立得穩咧，我哋記得咧喺1章27節嗰度咧已經講過一次，就係話最緊要嘅咧就係你哋嘅生活要你哋嘅行事為人，你哋嘅生命，你哋嘅生活活出嚟係要同基督嘅福音嘅價值觀相似，要同基督嘅天國嘅價值觀係一樣嘅，以至於將來無論我嚟見你哋，抑或唔係，抑或見即係唔係喺你哋當中，只係聽到你哋嘅情況嘅時候，都得知你哋係懷着同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咗福音嘅信仰同心一同奮鬥。咁即係1章已經叫佢哋記住要站立得穩啦。而家佢再一次嘅重複喺兩個唔同嘅價值觀嘅裏邊，你哋要站立得穩，千祈唔好俾人拉扯咗你去。而喺2章15至16節嗰度咧，佢亦都係強調一次，你哋要堅守生命之道，要 stand firm， 要 hold firm 呢個生命之道，以至於你哋嘅生命可以喺呢個宇宙當中成為一個光體一樣，喺黑暗當中成為美善，成為光，以至於佢即係為耶穌基督嘅奔跑沒有徒勞，即係你哋唔好翻去轉頭，要繼續活出一個喺黑暗中活出一個基督徒嘅樣式。咁今次咧就講保羅佢自己生命嗰個嘅轉化，以至於能夠即係腓立比嘅信徒佢係都同樣擁有一個咁樣嘅生命嘅轉化，就係即係保羅所想望嘅。咁今次咧就講到呢度。